来看其他嘅客家焦点，业界金曲奖流行类颁奖典礼，新增加华语同河洛语最佳演唱人得奖嘅歌手，如是在睇推档方创七家嘅歌位，请客家歌手同原住民歌手一共系讲年路嘅下台，甚至表演喺节目当中完全冇客家歌手嘅表演，不过到客家音乐人感觉讲表演空间本人压缩，嗰種本人看唔起哦。今日行政院合委會主委黃玉珍也講，也對客家音樂人鬼唔公平，而會同新聞局韓國主辦單位來反映。呢擺金曲獎除了客家音樂有客家人得獎以外，其他獎項冇客家人。佢台灣嘅幾個晚會表演沒冇客家節目，你咪當唔公平，因為你對客家強人呢，或者係客家音樂者係當唔公平嘅事情。你一個晚會，一個頒獎典禮，那麼多客家人呢嘅入圍音樂工作者，你卻沒有一個客家節目，這是非常不公平的。我們作為客委會要表達抗議。